香港市民享有基本法同埋香港人權法案所保障嘅言論自由。香港國安法同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都明確咁規定咗，維護國家安全應該係尊重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同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喺有關嘅規定下所享有嘅權利同埋自由，當中包括咗言論自由。不過，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有關嘅權利同埋自由並非絕對。每一個人喺行使權利同埋自由嘅時候，都有義務遵守法律。今集同大家講嘅係一宗發生喺2020年嘅案件，案中嘅被告多次發表帶有鼓吹港獨意思嘅煽動言論。我哋睇下警方點樣嚴正執法，打擊呢啲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喺過去一段長嘅時間，香港特區喺國家安全方面係處於不設防嘅狀態，令到境外勢力同埋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藝名快必，喺2020年1月到7月期間出席同埋主持多個公眾集會，參與遊行以及擺街站，宣傳反中亂港嘅訊息。就喺2020年1月17號，譚德志喺大埔海濱公園舉辦嘅公眾集會發言，當時參與者大多數都係學生。譚德志喺集會期間竟然意圖煽動入世未深嘅年青人去犯法，更加想將香港推向危險動盪嘅邊緣。有一位在囚嘅年青人，當年呢亦都係因為受到煽惑。佢被控喺2019年11月18號喺油麻地暴動，最終被判監4年零11個月。而家佢喺懲教處嘅立德學院就讀。記唔記得咧？當時收到呢啲煽動嘅訊息，有咩感覺？咁而家諗翻轉頭，當時喺集會上面嘅發言，都係一啲針對警方完全毫無事實根據嘅指控，當中充滿大量嘅負面訊息，根本就係想洗我哋腦，煽動我哋去對抗政府、對抗警察。嗱，咁而家都過咗幾年啦，你對當時譚德志佢嘅言論同埋行為有咩睇法？其實只要冷靜啲咁去分析，就會發現佢所講嘅嘢都係完全毫無事實根據，並且用一啲似是而非嘅言辭，喺大家情緒都好亢奮嘅時候，特別係一啲唔理性啦，或者容易被煽惑嘅市民，進行一啲洗腦、灌輸港獨嘅錯誤思想，對青少年嘅危害真係好大。總之你跟住我哋就唔使驚，我哋嗌咗幾個口號先。譚德志多次公開發表不同嘅煽動口號，包括喺街頭公然侮辱同惡意攻擊警方，意圖引起憎恨或者藐視中央或香港特區，慫恿他人作出不守法嘅行為。高阿 Sir 喺2020年1月19號當日咧，譚德志係咪就喺銅鑼灣呢個位置擺街站？當時咧，佢就喺呢個位置入邊咧，呼籲啲市民參加一個未經批准嘅非法遊行。而早喺咧前2日，即係2020年嘅1月17日啦，譚德志已經喺一個叫做大埔中學生集會中發言。嗱，佢唔單止咧用粗言穢語咁對啲青少年人發言啦，而且咧更嚴重咁樣去煽動佢哋啲中學生咧去參加個違法嘅活動，即係喺1月19日一個明知係未經批准嘅非法遊行活動，佢叫啲學生出嚟進行所謂抗爭嘅違法行為，又叫佢哋唔好縮，喺遮打花園見大家，一齊行去銅鑼灣，完全咧係冇諗過咧，佢咁樣做係會影響個學生，造成一生嘅污點。咁喺當日啊，譚德志喺呢個未經批准嘅非法遊行做咗啲咩行為而被拘捕嘅咧？佢當時咧係攞住咪同埋擴音器咧，就向大約300個圍住佢嘅群眾，用一啲煽動嘅字句咧係發表演說，帶領一啲嘅群眾咧喺度嗌喊一啲嘅港獨嘅字句，意圖咧係激使他人咧係破壞社會嘅安寧。
咁當時現場嘅警員咧已經警告過譚得志要停止佢煽動市民啦。不過譚得志唔單止冇理會當時嘅警告，而繼續喺度嗌一啲嘅煽動港獨嘅口號，又用粗言穢語去指罵在場嘅警員。由於咧譚得志違法嘅情況明顯啊，現場嘅指揮官咧決定咗立刻好果斷咁樣拘捕佢。譚得志咧唔單止一次講過，佢自己咧係有呢個思想同埋言論嘅自由嘅。佢成日都話自己諗咩咧就講咩嘢，呢一個係咪合理嘅辯解呢？好明顯，從任何嘅角度嚟睇都好啦。譚得志咧當時嘅言論已經完全係超過合理批評嘅範圍。佢有煽動仇恨啦，警員咧呼籲一啲嘅居民住喺警察宿舍附近嘅人咧去買一啲嘅喇叭咧去滋擾一啲嘅警員，又用一啲歧視性嘅粗言穢語去指罵不同政見嘅途人，鬧佢哋係腦殘啦、廢佬啦，更加呼籲一啲嘅支持者咧去襲擊同埋去辱罵佢哋。譚得志嘅所作所為咧，其實係踐踏緊別人嘅權利，又意圖激使其他人去破壞社會安寧，對國家安全同埋公共秩序咧係構成嚴重嘅影響。佢嘅違法行為咧可以話係非常卑劣。事實上，法庭已經闡明咗行使權利同埋自由嘅界限。譚得志煽動仇恨、煽動港獨、慫恿他人作出違法行為，明顯超越合法言論，法律絕不容許。喺2019年嗰陣時，因為嗰個逃犯條例咧，我相信係當時嘅社會係理智嘅社會，亦都係清楚反對派所提出嘅論述咧，其實係站得住腳嘅。呢個唔單止係逃犯條例，我哋喺國歌法嘅立法咧，同埋呢個一地兩檢決議咧，佢哋都係咁樣做嘅。而且喺其中一單案件嘅被告人譚得志咧，佢哋都係用啲卑劣嘅手段咧去貶損我哋嘅警隊啦，同埋我哋嘅政府，亦都係用層出不窮嘅卑劣手段咧去煽惑同埋憎恨我哋嘅特區政府同埋我哋嘅國家。咁甚至乎咧，有時候咧仲鼓吹香港獨立添。咁其實你睇翻黑暴之前，講翻近期啲嘅，咁其實就一路都係試探緊，係找個機會去搞亂香港。咁其實喺議會上咧，都係好多拉布嘅情況啊，好多擾亂呢個立法會進行嘅情況咧，都一路存在嘅。另外咧，喺立法會大會審議呢個國歌法嘅期間咧，大家亦都係記得佢哋將一啲係有惡臭嘅物體啦，就係將佢係刑責喺嗰個大會會議廳嗰個地上。我當時我係在場嘅，佢係當時我都唔清楚佢哋想做咩，我淨係見到佢哋衝出去嗰個主席台嗰度咧。咁呢啲情況咧，我其實已經係司空見慣㗎啦。咁但係我唔知道佢掟咗啲咩落去，但係我好感受到就係佢一掟完之後咧，我係以幾秒鐘之內我已經聞到惡臭。你可以想像中嗰個即係擲出嗰個惡臭物嗰個威力係幾大嘅。一系列嘅活動咧，都係干擾嗰個議會嘅進行嘅。咁目的咧就係搞到呢個即係香港嘅立法會嘅議會咧係無法運作。呢啲人最終嘅目的咧就係去損害呢個國家統一同埋社會穩定，甚至乎咧係以網絡暴力咧去破壞分裂香港。咁呢啲咁嘅行為咧係必須要受到法律嘅制裁。警方以涉嫌發表煽動文字等罪行拘捕譚得志，案件喺2021年7月26日開審。Violence is not necessarily required, even though it is one of the possibilities which show a seditious intent. Other ways in which a seditious intent can be manifested are to create hatred or contemp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to promote dissension, ill will amongst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to create hatred or contempt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o encourage people to disobey the law or to disobey lawful orders. These are all examples of ways in which there can be a seditious intent when seditious acts are charged. Well, the sedition offence, of course, does not affect freedom of speech at all. And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is that the basic law, which is Hong Kong's mini constitution, specifically protects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the media, and freedom of publication. And those rights are also protected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itself, which also provide that human rights must be respected when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re applied, and that freedom of the press, of expression, and of publication must be respected. And of course, the Hong Kong has a very lively media landscape, and they're never reluctant to express their views on the issues of the day. 譚德志經過審訊後，被判11項罪名成立，包括分別發表煽動文字、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及拒絕遵從或故意忽略遵從授權人員作出的命令。譚德志最終被判監共40個月，另加5000元罰款。該話 Sir， 其實煽動真係一個好嚴重嘅罪行。冇錯啊！譚德志發布嘅言論同埋文字，不斷對警方、特區政府，甚至自己嘅國家呢，係作出啲毫無根據嘅抹黑，荼毒青少年人嘅思想，更加主張咗主權獨立，嚴重影響咗社會同埋國家嘅安全穩定。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煽動意圖相關嘅罪行最高嘅刑罰咧已經係增加到監禁7年。如果案情咧係涉及咗勾結外國勢力嘅咧，最高刑罰更加係可以被判處10年監禁，反映咗罪行嘅嚴重性。下一集繼續同大家探討另一個案件——光城者案。